支線之外，仲會有3條新線，包括係東九龍線由鑽石山經啟德通去紅磡，港島北線就會由中環經灣仔、銅鑼灣，日後可能伸延去到南區。現有嘅港島線就會延長去到堅尼地城同將會填海嘅青洲。道路網方面，吐露港公路會擴闊，完成青衣到荔枝角嘅9號幹線。大嶼山同新界西北要有路連接，港島西連接去到大嶼山嘅新西部公路，九龍通到新界東部嘅新東部高速公路。咁而東西橫貫公路就會連接上面2條，仲有中九龍嘅幹線。另外，大嶼山嘅東涌、大蠔同埋將軍澳將會係未來10年嘅重點發展區。新界西北部同九龍東南部就係策略性發展地區。政府又會重新規劃一啲農地同埋工業用地，用嚟興建房屋。所有可以供應發展嘅土地就會由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按照計劃批出。新成立嘅資料庫就可以監察工程嘅進度。喺未來3年，用嚟起私人樓嘅土地會有380公頃，公營房屋就會有285公頃。另外，政府又推出優惠首次置業人士嘅計劃，喺未來嘅5年，每年會向6000個家庭提供每戶60萬蚊嘅貸款，又會開始試驗由發展商撥出30%嘅單位，由政府自己賣俾合資格嘅人士。對一啲嚟香港做嘢嘅國際專業人士，未來嘅5年亦都會有9000個大單位，專門俾佢哋居住。地點分別喺山頂、港島嘅南區、沙田、大埔同埋大嶼山南部。不過，成份施政報告並冇提出任何打擊樓宇炒賣活動嘅措施。報告只係話，政府已經有一套更有效嘅機制去監察市場。如果有投